让大家去思考，为什么会无常？必有无常的原因。你有钱了，到结就会觊觎，对不对？就想要夺你的财富。不要以为你有钱了就那么甘愿让你有钱财。你很有声望地位，你的敌人、仇敌也会拉你下来。这一切的一切，其实都会告诉你，一切不再那么的永久，它是会有变数的。好，那先生的经验你要去思考。现在你顺遂，现在觉得你不错，你要知道随时无常会来找你的。轻者改变你现在的好，现在的顺利；严重者少有那了，下辈子再来，对不对？那有几个基本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去看。谈一个就好。我们来谈爱想的关系，这是一场意外就毁了人生。轻的话呢，说不定残废在没关系。OK， 你残废的时候，人生变化很大。建勋不知道有没有去关心他？建勋跟易如姐的儿子，都是在一场意外遭到讨厌的东西。他们的心理病痛到底是什么样？不知道有没有去追踪了解。那或许是易如姐的儿子慢慢在恢复的速度比建勋还好。这个易如姐真的很愿意，也很用心，不断的带他来道场，用道场的力量重建他的心灵，不断用很正向的鼓励跟期望，让他的孩子继续走他修好的路。或许建勋周围的这些力量比较不足，大家并没有恢复真正的关爱，来融化他那一颗遗憾的心。为什么那是一颗遗憾的心？我原来很健康，正值青春年，为什么会有这一场意外？上天可以如此的对我，整个疑惑的心会不会转变？会转变。发现好几讲之后，不是为了要违反他，只是希望各位多用心关爱他的心。只有用爱这个力量，让他换回来，好不好？这个做交流啊。第二个生病病人，这个女孩子都癌症末期了，男孩子还愿意跟他求婚这个生病也会改变。那济公老师讲，很多人都到发现癌症人才去佛前叩首，慈悲头牺牲奉献疗愿，立大愿，一定要这样子。叩了慈悲头救不回来怎么办？又要怨天尤人。为什么自己会得到这个病？如果你修办到久，必有其因。如果你的阳寿不该尽，你又有功德，幸福会加减多少？就是你的阳寿尽，或你的功德不够，对方不愿意放了你，等等之类的或者你自己招来的，你乱吃不睡觉种种因素根本也谈不上业力，可是你就自己得病了，是你自己自招这样的一个病。对。那什么事情都怪海龙天无情的大的海洋，真是还是自己招来的，是这个事。但是万一真的是无情的大的呢？冤亲债主找你，我们来谈谈这个。爱想算是这种业力暗示最多的单位，在我们业力。各位因为这些业力的谈话，各位有什么领悟跟体悟？在未来的修办的路程上，